好啦，20分鐘休息完，咁跟住咧就最後一個步驟，將個麵團擺入呢個籃度，咁又係啦，搞到好多粉唔黐手，咁將個麵團咧反翻轉去先，個面而家係底，記住分底面。然後整到隻手好多麵粉，跟住咧就揚開呢嚿嘢，變成一個長方形。好啦，跟住咧，將個底拉鬆少少，然後反落中間，跟住左右兩邊接埋中間。跟住將上邊又係拉鬆少少，接返上嚟。其實就係想將佢一路接緊佢，但係又唔可以好似平時做普通麵包咁樣打晒啲氣出嚟，然後造型。做沙口冬入同以前做第二啲麵包就有啲唔同。第二啲麵包嗰陣時係你發咗第一次之後就打翻扁佢，然後就任你猜個形狀出嚟。